戰後超過80年啦，娛樂事業一路都係俾荷里活直頭係包辦晒、佔據晒。記得50年代阿貓王啊、Pat Boone 啊、Nat King Cole 啊，所有呢啲咁嘅歌星咧係全球化嘅嚇，你去邊度都聽到嘅嚇。咁啊，香港即唔會例外啊。但係內地咧就因為封閉嘅問題咧，就即係差唔多係冇乜娛樂事業噶啦。咁啊，淨係香港，如果作為唐人，香港係一個中心嚟嘅。50年代開始已經係有上海啊、廣州啊嗰啲即係唱國語歌嘅歌星落嚟，周璇啊、呢個姚敏啊、吳鶯音啊，呢啲 dominate 晒嘅。即係如果講中文歌嚇，除咗中文歌咧，即係冇，肯定係冇粵語歌啦。粵語歌嗰啲咧係即係好似喺荔園啊嗰啲咁先聽到粵語歌嘅啫嚇。即係總之咧，就整個世界都係俾荷里活即係佔據晒啦。你去到泰國又係哇！泰國即係扮貓王嗰啲年青人啊，即係一隊一隊咁樣嘅。嗰啲咁嘅 Ventures 啊，即係Beach Boy 啊、Shadows 啊，全部係即係壟斷晒呢個娛樂圈直至到70年代開始咧，開始有啲廣東歌蒲頭啊，即係妹愛歌情重嗰啲咁嘅歌開始，啲小曲嚟到就80年代咧，可以講係香港嘅黃金時代早期咧70年代尾有，即係可以講70年代開始咧，已經係俾日本歌抄襲好多日本歌。日本真係喺音樂即係霸主嚟嘅喎，可以講嗰陣時候紅白歌唱大賽即係個個好睇日本嗰啲娛樂嘅喎。除咗荷里活台灣咧都仲係封閉嘅狀態咁但係好多出嚟揾食即係青山姚蘇蓉啲60年代嗰陣，香港好興歌廳咁即係好多嗰啲即係日頭開一場，咁夜晚又開2場咁樣，一日3場個禮拜平時咧就開2場咁樣咁台下有樂隊嘅喎，即係唔興播歌嘅一定要有樂隊嘅。咁所以嗰陣時嗰啲 musician 咧都幾好撈嘅即係我記得50我都未出生要60年代我先出生。咁咧就記得銀行呢個指標咧，即係 clerk 即係做文員咧400零蚊嘅但係咧就做樂師咧差唔多有700蚊至800蚊咁樣，個相差成差唔多一半咁滯喎。咁所以好多 musician 咧就即係去學彈琴啦、學彈吉他啦。有啲嗰陣時夜總會有2隊 band 嘅一隊係大 band 係有樂器嘅，即係有樂器。我意思即係有吹口咁樣7人樂隊之類咁但係 combo band 咧係4個人咁嘅啫喎即係分2隊嘅，就輪流演奏咁有歌星上台表演，即係嗰啲哇嗰陣時真係幾興和嘅但係而家想搞翻咧，唔係時候啦，即係已經係過去咗啦。即係唔係如果再要興旺翻咧，係第2種形式，係點樣咧？而家未知。而家咧係處於一個低潮過咗80年代之後，90年代開始，一有翻版即係 CD 嗰啲咁樣開始已經係走下坡啦。
一路直到而家咧，自從鄧小平即係總書記總之佢一上場咧，就所有開放，哇！嗰陣時都唔好話平平凡凡好多人出國啊咁樣，咁咧就翻嚟嗰陣時候咧，90年代開始內地起飛咯，直到而家過咗2000年嗰陣時候咧，第一個最勁嘅就係中國好聲音係咪啊？中國好聲音哇爆到不得了，咁跟住咧繼續咧就改名叫我是歌手咁，跟住哇而家中年好聲音唔錯啊嚇，即係好多後生仔就喺呢度蒲出嚟嘅喎，似乎呢個係一個希望翻呢個娛樂圈嘅起點喎，似乎咁仍需努力。我希望會再有第二啲嘅新嘅面貌出現香港希望佢興旺翻啦。